道一公，再一公，三一公，三架天两一公，三架副天两一公，三架各点一公，分道一公，再一公，三一公，三架天两一公，三架副天两一公，三架各点一公。刚开始将一到五平方公里学到一公，再一公，三一公，分道一公，再一公，三一公。请对点督慈悲学到一公，分道一公，对讲师好。对讲师好。请坐下。动作对啊。11只讲过一段，小可。五管啊，有需要，很重要。这谁要？只有大点多通告父母众生呀。哦，多那了。哎，今天会第六。第六了。第六。对。今天这种我现在带状泡子。啊。他比较辛苦。有啊，可以顾爱生的对。那我告大声。啊，大家较真听咧。哦。我们啊。即嘛感觉讲，这个时间嘛足宝贵的。我嘛感觉讲，年纪也济啊，还有这个机会也足少啊。所以，你真正吼，打拼叫我，我有小可身体无对好，我嘛较硬，我袂紧带啊，我讲好。所以呢，就开始讲两拄好的所在，像这样不简单，这种手法对啦，好。咱今仔日讲到第2集，母性，名母别混合自然，父母为之自由，这种呢，简单来讲就是讲，名母别请问孔子啥叫答案呢？因为名母别当时呢，就是老父的大夫，老父大夫，名孙、叔孙、贵孙，这三家来接掌着老父，所以老父迄个时阵是有位无权，所有的权拢落伫因这三个手。所以叫孔圣人呢，结分孔夫子是以讲，恁是中上的情形下，爱替万民的困难来想。所以咱讲，为其父母为其之自由，老爸老母平常对囝，拢算真实的讲，囝拄啊身体安全，拢会烦恼。恁做大夫的人，你若有这款心情来听这老百姓，当然咱就保大平安。今仔日咧是多少声？咱身为前人者，咱若对咱的父母，对咱话有这款的心情咧来体察，那么咱父母呢，大家就会感念讲，一贯天道真正足好，所以就会讲在书面嘛，这个观念，咱做人的家庭的老爸老母，足关心咱的囝儿，那么咱的囝儿后日来对咱好，所以。伊咧讲是安尼，所有范围是足摆唔大，互咱身在前人者的行为，咱一定爱体谅了父母，像老爸老母咧照顾囝小小，所以这种的宗旨是子女能犹如父母的这个疾病，也是一种奥道的对啦。心里单讲，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起。咱来就想，咱拢做人的时阵咱爱着咱的囝
惊疑心，咱拢无微不至。烦恼伊身体歹，哦，那伊咧毋食饭就感觉安怎样？啊，过来呢，烦恼伊读册歹，烦恼无头路，哦，这大项个烦恼啊。所以唯恐有一病，常以为有也。咱时常烦恼伊身体袂拄好，所以就一款疑虑。所以咱做囝人，若有一款心来对咱的是大人，咱就是咱的是大人讲咱，哇，我饲的拢不好话，就一点的经验，咱来知影，人主言天主，做人的囝，让咱体会一点，其以父母之心为心。以老爸老母的心为心，即凡所有修皮身价，不容于经理。所以即凡是所有修皮身的人，袂使无精神，无精神。心价天所命，咱这个心是上天定下来。咱老母是生咱的心灵，袂生咱的心。所以心教父母所生，这个心是老爸老母生下来。有心不立行道，不得行道，行道必有心静，心静即大公无私。所以对头家问话，要来行道，一定要有这个心，身体刚刚行行，道就能行道。所以，呢，行道呢爱心静，所以咱要大人，咱要来行道要大人，咱心来心，咱本身来做无标准，咱本身来做无标准，咱就是大人，咱就讲哇，伊就想到安尼了，我来对伊去，我后一摆出来了，所以。咱做这个人，一定爱心静，而且上天爱就是爱心静。咱后日要转去，心若无静是要转去。你到3班遐咧考验的时阵，袂当转去。到较早到1点，分2天，伊都袂当转去啊！伊都袂当转去啊！所以咱来做，毋知会点分，不是大。真不丢嘅事，这个人是大家做，所以咱来做，你家体会着，上天无爱迄个无有效的人，所以咱一定爱来，心静即大公无私，心若静，对就对，毋使啊做讲咧问以前，孔子人讲，静者清也，做官人一心一定爱静，静者清也。正气也要正气，你爱有法度通正你家己做标准，才万民才要听你的话。正气也要正气，就像即句话讲到转来，咱身为天灵者的人，咱家己无正，咱自然就正来自己嘛，正听做，袂使无注意。只好能明德，心若静，交通明德，交通明光，交通明德。这个就是这个是三不六，三项袂烂去，的这个功夫，立德、立功、立言，有本有之命，咱后一日啊，规方伫遐免咱命无叫吵。丰盛人讲啊，我有一世名不言，我烦恼讲我若死去了，我这个命就去了。有人讲死而不亡了一世，死了后无叫无记得安达是真正重视啊。你毋是讲你食100岁、200岁才重视，风水大地主拿1岁、32岁就几块呢？甲真哪安尼个办？安尼不重视无？安尼是咱重视。伊也毋是咱送咱来办，咱若到伊庙内面大概尊敬，因为伊就有言，
老母咱学习，所以咱一定爱做所以留不留之名，以言中有重，恩亲有重。咱这个名都叫好运，人就是讲，这个老爸就是什么人，这个祖先就是什么人，不是你先等的，含恁老爸，含咱的老爸，咱的祖先就在等。来讲，一主得道，九元七祖真巧妙；一主先道，九元七祖才真巧妙。这毋是咧讲假的，咱来甲上人说，咱打球道了，咱讲打唔赢安尼。但是你真理是自己啊研究，你啊感觉真正安尼，真正。所以保身为后之师，保这个身体为后之师。行道为后之教，行道才是后之教。起考不实在，他会使无谨慎呢？会使谨慎。今日日就讲在咱书面，搁伫咱流行咱这个儒家。咱呢，如果互咱得到道，咱也好好来做，只爱好好来行，咱袂使无谨慎。过来，第七节，主有文下，主啊，经济豪者，是灵用，只有天马该有用，不见为变咯。这内面有一字也读做两点，经济豪者。是为灵用，读作用。这人普通，我是暑假人读作用，只有天马该有用。这我比较无办。经济好是灵用，只有天马该有用。我这一个经过来用在时间读过了，你有用先生，你听啦。我就讲先生那好教，因为两个人谈啊。读书书啊，我读天天在看哪不啥烧香啊？你个读一本我听，对啦。如果你听我讲，经济学者是有灵用，只有天马该有用。伊讲你唔通对啦，你若搁读安尼，人会讲你这功夫嘛大。我讲，我以前我就谈到，讲顶面字读作用，下底字得用。讲何安尼哦？伊讲你顶面字啊读作用，你就对时代无尊敬虽然我讲了，我才了解。到后一日呢，老周经理我搁提学老周经理老师，伊哪会读，我才了解。我一本书经过两个先生我写，一个是大来用汉水先生的学生李定立老师，伊呢叫我咧做编，叫我隔壁校，我是做小校的，叫我隔壁校。到过年仔，伊是叫我请我去学校，我去甲，这本书才点到尾了呢，我讲这本书大概大概6点半，我这个电话在读的，我这电话读的，我问讲叫谁念这本书？你唔有老师授课？伊就是啥？伊就是玉井初中读了后，从去咩读？高中从去拜年，用汉水先生读，3年拢带迄个便当，带伊来读3年，读到高文关系，伊普通看到见到做事，我即摆唔敢叫小张老师，你拜托你来考试嘛，你去当老师。讲你兴趣，只后人咧读，我讲无人咧读，我爱读。有人讲，我啦拄着伊就摕一本书去互老师，即个伊甲我想到点字，所以我这本书我52年去做编。甲进本书外我转来呢，咧读咧讲，有当时交老周经理，咱同个老周经理，咧读的如果我姨妈无出声，我才过去，伊阵带2年嘛，带2学先生，我才
我提互大师，我结婚，有这个既有既先，这既以既先，这个以有搭档两项两样。我咧讲，而且讲这种不能读，不要紧，这种不能读。伊讲，甲你讲这个，恁的同学，恁的咧做编这个伊毋是有对，就甲伊无好消息。所以咱这本书若无经过人修过，人写出来伊嘛可能正。我即摆来遮咧讲，是拢讲正音，所以毋通人咧读无修正咱来改。伊讲经济好讲，是应用，既有天马，该有用，不见为变。主由咧，这种是主由问通性人的因为主由咧是咱通性人的时代为主的内面，伊是文学程度，文学咧主下甲主由，三千地主文学这两个概念。第一就是讲品行，干练民主偏将比较重要。这四个是孔子的文学，也都得现程度。孔子讲雍雅可恕人言。第四个重要，第一干练，第二民主偏，第三将比较，第四是重要用的。讲孔子讲雍雅可恕人言，伊重要你这个品行可以做国分洁白雕人所以可恕人言，会使做国分，你要看。第四个人可以做国分，可见颜渊的特性无同所以咱读开始来研究真史书内面，尤其《论语》内面，就是讲专门讲到儒家的生活，毋是大家较重要。大家较重要是孔子的学生大学是孔子的学生前主写，中庸是孔子的孙孔子的学生孔子的囝主书孔子写这毋是孔子直接写，是因拢会因孔子讲的话来讲所以咱读了咱来知这个来讲虽是讲大学甲中庸拢包括伫史书内面，但是这另外一个主书主为了要平衡民主，但是佫写中庸所以咱爱注意，对对爱注意孔子讲，现在的人是有一点用我服我就算是对服我切的好顺讲这个人就免讲我若是大人食，是大人困，是大人穿较好咧，安尼就做孝顺。即使是教天马，就算得到了启用，如果若拥护我，发一点恭敬的心，咧启用这个要教甲要有些差别所以咱遇到了咱对时代的心，对时代友好，毋是讲去特定那个足健壮、足水互伊大买拢足好的衫裤互伊穿，款好互伊食，安尼就是友好。但伊儒家毋是安尼，毋是友好安尼咱好的一部分尔。所以这种的宗旨就是孔子说明，为人治水服务之好，必须以建于基础，才算是好台湾众生为人类得天独厚，众生敢若人类教法度来讲好听尔，也无以外无人。独享天伦之乐，独享受了这个天伦的快乐。但经济好亲假还俗，得以用之不尽。经济好亲假还俗得以来反悔，违反了这个责任的人，该戒啦好意识到，好已经无起来。
真若讲一点好的啦，足。所以你讲，真若社会咱的国家，若咧提倡好道，就咧表扬讲，好对这个上好亲，就是表示迄个时阵，这个好已经有去啊，咱咧提倡这个好道好亲所以勉强在思想，勉强在这个社会内面讲是，真正讲好，写伫恁册读的。勉强而已昔日事亲不敬，即不善，随花恶经理，一夜甘止亲情亦不得相撇。意思是讲，起厝作恶，厝起作恶，起迄个花恶起这个厝作办好啦。一夜甘止着讲一夜食足好，花金利穿足水，亲情呢亦不得相去，你都无迄个情分，安尼无路用，安尼无路用我听一个人起来讲因厝边一个，伊有心。因老爸就回叫日本人，叫日本就去做日本兵，就死伫国外无等。因老母一个培养到大学毕业，拢做工大培养到大学毕业，代会什么系毕业？去美国留学，佫伫美国趁足有钱地位足好因老母。伊拢足毋捌等下咧看老母啦，足暗日转来啊！因老母咧看病，叫电来，厝边甲叫电来，讲看病就就叫，迄老医生看啦，我袂当无闲袂当转去。等后因老母真正足严重，讲阮甲送去种较大间的病院啦，咱遐都无以上好啦，还是中间啦，你都送去，医疗讲袂当转。甲死去袂死的时阵，因母有甲叫电来，伊讲恁老母都出来看你这个病，伊讲我都袂当转去，就无法度啦。阿婆无转来，无转来甲死去因母有叫电来甲讲，恁老母已经胃孔了，讲你要转来甲啥？伊讲胃孔就胃孔去我要甲火撞甲土撞甲什么样钱我来给，你讲。到死啊，就无法度转来，安尼饲鸟过当孝顺讲毋出来无，外无路用，外无用，就有遐讲含迄度要咱转来阮小妹一个朋友，迄真正，因后生读高一毕业去美国，敲电话讲讲某人，恁老母生泡船呢？你看安怎样？今仔甲过明仔才随转来。伊嘛是伫美国考什么话咧研究啥话呢？随转来。经过无偌久，因老爸我安怎样？我哪甲叫电话去，就随转来。转来爸爸就较做伙势。迄有斗心。我含死我叫甲转来甲送一个，讲伊袂用转，就甲撞当就死这种讲这拢是实际的啦，袂使做这个，袂使学袂讲的，无遐所以明经亲情疏，名是无要紧，名是不要紧，但是迄个情，都毋是不要紧，甲无要紧。人主之道是，这个时阵就是讲人主之道是，万事事亲相敬随多去疏忽，初心之防，亲感而定，精神贵贴，随便会拢。我话电转来讲，事亲乃当相敬，虽然真老俗，住足歹的厝，穿足歹的衫，食真歹，吃老爸老母亲会感觉讲，安尼足好啦。精神
迄个精神拢连做伙，虽然是善，毋过伊会快乐。故父亲不在福薄，贵在贤德；拥亲不重物质，重在精神。如为拥亲，如为用为廉，则劳拍其意。所以呢，咱奉事咱的士大人，无伫讲显示啥货，最重要就是讲咱有善良的心，有真善、有尊敬的心，用心无在不重物质，贵在精神。咱的心有表示讲念做伙无，如用亲为廉。即貌合心意，若讲为用为廉啊，就是讲我互伊做享受，其实哪安尼呢？就是讲面虽是面貌，虽是安尼讲，但是迄精神已经离到离世大人种的，何以有有田嘛？安尼交是到甲尾唔相像啊，换气。六道现在敬上用宠物，比他用服务更还更重，真大家拢得用得是这宠物对啦，狗啊、猫啊啦咱草甸唔知用来好饲饲狗啦、饲猫啦，因为狗迄眠时讲甲狗啊共领不进回来，拉去。这真正感觉讲，咱出来就咱调啦。这真正感觉讲，中国的国语讲，讲多少声就对啦。所以呢，咱一定要了解其他大家拢拍洗身躯，该饲呢，该美容，该找医生看病，如果还能比吗？是大人安尼无，有人安尼比无？这不是公上 KPI 吗？这安尼不是公上 KPI 吗？讲什么人事万物之灵中，讲什么人事万物之灵已经差去，其为因自私，其必定用地狱。所以呢，有因主的人需要。己一定要必定，大一定要有真正敬的心造出来，用一定要快乐来用事属亲为属亲之要，这个有咱属亲的重要，请各自清洁，请咱诸位来听，大家来清清体会，忘记敬孝而独敬，互咱一旦更加好。爱咱更加独敬，这是重要的。特别在主下文下不外，虽然有书地主目的了，有酒书先传精神有效，这个就是现在的书。有酒书先传这个传，有酒书先传。精是意为精，这个是个精，个赞已经切的大概英文来讲，这个比如先讲，主话咧讲文讲出来讲，好言会色，亲人，要孝顺，要真正心做出来，流落咱里面，行清带无为。一心有贤，表露伫咱的外表，如果有事情时，有诸路大人，有救世之时，互我先食，这样就是孝吗？空心来，这样就是孝吗？有物件给伊做工课，有物件互伊先食，安尼敢是孝？因明白对这讲师讲。讲一个老爸啊，伫厝里咱无行动，可能不太方便啊。老师上班转来，伊讲我人，你甲我添一块地，有啦，讲有地田啊。伊田来讲，要吃啦，啥要吃啦？
足无欢喜，我心里啦，所以，安尼讲是嘛，一招是控制水面的标准，必须用好眼的色来输取，紧紧跟着替父母做事，甲顺父母，安尼不算是好，是心者毛之根，心所流露出来，是你的毛的，是你的面貌。心者毛之根，形者心之源。你的行动对心会流露，心会流露出来。好，过生物中行有为，所以中含到讲一句，生物中行有为。哦，内心心境仍然无眼的色。你内心若真正清净，你一定会不时阵手伊真好眼真会色夫子之道，以识人为重。夫子把主下讲一句话呢，伊就是讲，这个夫子来答的讲识人，这个态度是很重要。非物质生活，历大路一名公道毋是物质生活，爱替老爸老母做工课，安尼就是公道。若是更加好言好处，那安尼讲呢，安尼善良人免怎讲好？善良人也无啥物件，通互受到人食，免怎讲好？好亲者必勇敢会识，好亲的人，伊你的面貌一定爱真快乐，表现了真好眼，真面色，心定尊心，爱真心定来尊这个心，恭顺自谦，真恭敬，来真和顺，足自然言人主之事亲全义，安尼咱做人的囝会服侍许多人，安尼来做人主之事亲全义自万，我有个人将人不为如故，所以性艺术也叫一万，为人不孔子讲，我教颜回，颜回讲过日，讲几日咯。颜回呢，拢无违背我意见，我讲话，伊拢无问啦，拢干那听尔，拢干那会接受尔。拢无违言昨日，不为如故所以伊甲讲，甲想咧甲想袂咱就戆人咧，咱就戆安尼。但是私下甲观察，找异性医师，找离开你找了后，伊甲审查，注意甲观察一眼回，讲呢，可能就讲，伊讲的道理，颜回拢会当反映，甚至呢，拢会当体会出来的。伊才甲想，分颜回是讲人，讲回也不回也不，所以咱来了解，道理听，爱来接受。听道理较简单，会当发挥出来较困难，所以这点呢。咱有当时问着，讲要照别人讲，安尼就做出来，安尼大家辛苦啦。问着，但是咱无法度爱变人。做这个常见讲呢，人生是得吃。伊讲你若无爽快就困难，人生是得吃，人是要走唔知，所以当来一日算一日，有一日的工课，有一日养生。我来遮讲，这个我真满意，良心，所以呢，咱会当来听道理，嘛是足福气的，这嘛是养生嘛，有礼仪人像，中国古有人食，大家来食，出现代志莫去遐想，较想嘛想袂了，做嘛做袂了，较谈嘛谈袂了，因咧好个人，毋
马可咧嫌晒，钱到哪嫌济，咱来嫌济。啊，伊到钱趁来，咱特别是牛逼嘛无啊，伊拢是家己人俩拢无。所以咱来了解，有人吃会当做个。最重要就是咱修心定力，这才是重要。若不要修心定力的人，咱就是无人。这真正这就是无人。像你讲，圣人咧讲，佛祖咧讲，咱拢会感觉教命担心。等到你即口运来的时阵，你就感觉原来就是如此哦。所以真心是热情，会当做一步算一步，当过一日算一日，莫嘛想遐济，你要看以前也是有做来人心不足，蛇吞象。人心不足啊，一只蛇要吞一只象啊，你讲可能？无可能啊！一只蛇要怎吞一只象？无可能。只袂愈济，所以讲人心比科泰山，泰山比科人心能10科，泰山无人心比泰山无10关，所以咱能做。这是孔子赞美颜言，并完全接受思说，而且有所牵发，一种的宗旨就是孔子赞美颜言，伊会当接受老师讲，而且佫会启发出来，是。诸何凡出言，孔子在讲一句话，讲一声不客气的无客气的话，安尼是讲一声无客气的话，讲大声话都会讲，要做出来就难啦。讲大声话，大家拢会讲，要做出来就难啦。这是王阳明先生老母好话在这了处是世人的通病，世间人的通病，也是修道人的致命伤，嘛是修道人的致命伤。你甲注意，修道人的致命伤。所以咱袂使自己处理这个。俗语讲，得道如羽毛，那么成道就发空了。得道那就羽毛，要成道，会成道要成道，要看你的空。你做法事，倒动倒就等，要成道就看空了。你真正代志啊，毋是真正得做得道大家拢有等去得着道了，大家拢有等去，这个爱看空。不然我夫子。不言我夫子言完，苗而不食者有余，受而不食者有余。这孔子伫《论语》内面讲一句话：苗而不食者，咱吃饭啊也足济，发明足水的；受而不食者有余，大家足水的，不死去嘛有啊。夫子在咱来讲，表示讲咱一定爱加强，爱家己勉励咱家己。认真去做，所以唔能叫苗而不食，爱受而不食，不是吗？请袂起好学，不是一般的文学；干袂好学，不是一般的文学，是不迁怒不逾矩，理空性文之杂。你是不迁怒不逾矩，理空的性文的杂。孔子在这样讲，为啊，其事了理空，事了不行言，这里面来来讲所以以后是不迁怒不逾矩，理空性文之杂中国就他讲，是至人心见贤先物，不知法文之下，言有主的好就是。好，你对，你甲你讲啊，是至人心见贤先物，会不如法文之下。诗言有诗赞言咧讲，迄个时阵会显人有做一个诗咧赞言咧，讲君子有道不由贫，
眼花显明无福金，心田无水天天正，圣地有宝下公庆。啊，这是迄阵的老人伫学了言子，学了言子。啊，这句诗咱会使用无？咱紧甲爱用。啊，君子有道不由贫，有人讲，毋免烦恼散，毋免烦恼散啊！哦，一世人要趁偌济煮好个啦，哦，平时要走毋知影，世人要趁偌济煮好个，哦，啊咧，伊要讲，君子有道不由贫，眼花显明无福金，眼花伊名，伊显明。甲醒也佫会使大家摕起讲，伊嘛听我骄傲讲安尼。伊当时是开足济人诶，哦，伊迄阵诶遐年大家讨论，讲傲有钱着着无福，心田无水天天正，心田这间田足大啊，无计叫水金，政府无甲你叫水金，上天无甲你叫水金，咱来勤。哦，勤报捷，哦，咱来勤俭节。圣地有宝下公田，圣地这个圣的所在有一个足宝贵的物件，你一定要赶紧下工来种。正是以无自为体，以理想为宗。哦，所以问理空，以无自为体，以理想为空。哦，一句话就是讲理空。啊，看空，所以当迄个时阵要请伊去做官难为，伊讲做官我袂爱，伊总做官袂爱，啊，所以咱来用个，这能特别工作这个代志。有啊，花啊其实互理空，事不受命，前后是验。伊佫讲，眼花呢其实吼，是吼就是讲伊平常。伊平常咱看空，啊，都以无自为体，以理想为宗，看开，所以大家讲理空，事不受命，是话讲迄个做主公，我当时是个，孔子将道本来是要传到主公，因为主公学业，佮有钱，佮是练好。还佫研究，名经四海云，伊个名佫一个主公，去到迄个国家，大家拢着规条个名章，本来就要传给主公，但是孔子有时讲，需要理会啊俗语，主公需要好感无会，会啊文理以知识，需要文理以知识，需要好感无会。讲我实话呢，他会较交班会比啊。哦，咱们是文理一知识啊！我会啊，我事话是文理一知识尔，我毋敢交，交会啊比啊，主啊，为你该不如啊！伊讲主公讲出来歹势变相，是讲毋是你做袂着啦，我嘛做袂着，为你该不如啊！啊，即摆咱会归空去了，无人通传啊！所以各位都当然都出去讲，因为孔子这周游列国，这创啊话无，毋是对大对遐地主捡钱呢，拢主公一个人咧出，拢主公一个人出，所以佫出去讲，伊讲主啊，需要你以有德行以技巧，以技巧。钱了，伊讲是吧？你以为我就是真正爱情经济，到有今仔日个成绩，伊就讲钱了贵，是啊，老师嘛敢毋是啊？是啊，贵啊，有主要讲是啊，有一粒关系，有是一粒关系，主要毋知，毋知老师在讲有一粒关系是在讲哪话？啊，我咱等下找清楚以后一点。所以清楚有一个在上课，但孔子
我都一力管治，清主啊，为伊知影甲讲，我都一力管治，伊知影老师有咧管哪位，主管唔知讲老师有咧管治，所以主传安那会了，伊就随出去，主出文人唔乱，文人就是讲毋遐同学对唔清楚。 好嘢啊！老师咧讲，伊咧管咧讲啦，讲清楚啦，不主之道，庸事之义。老师咧讲，这都是讲庸事，伊讲伊咧管是讲庸事，所以老师讲道的体，清楚甲化作道的用，那到尾啊，出师傅毋知甲解解。 大家拢认为讲一以贯之道，毋是种中事就是道，所以用人大方，用事为道观，是自己是不完就是。伊讲用事是为道观啊，用事不是道的体。要大家去追求道的体，道的体你若会晓，你就是无求真。你家己道的用是。 咱今仔日求道，了解咱真正做人的真正原则。伫上天老母娘啊留落来，这到底是咧创啥？咱来真正了解迄个原理，来真正头搞落来咱真正安尼就是即个真理价值咱找得出来你若有去甲研究即个物件，真理价值，咱即马有时讲，看无朋友咱无啊。 我以为讲差不多我时间差不多好共款你做干差不多你就不妥善，大家了解，真来一定会了解，所以讲，好不出来讲回来是无理空，事不受用，事啊无得人受咧天命，如我是的，毋过伊做啊做生意做啊趁钱，这理着，伊呢，更想着讲，今年就买啥物啊，今年就趁钱，伊头脑有够好，会这理着，更想着啥物啊，这样就趁钱，会这理着，所以达到有理天同志，所以事啊，无达到理天同迄个座位，接受这个天命，因为修的境界，传道。 是你的心境，传你的心境达到了，毋是讲你的外表达到了，你的心境达到了，安尼才对，从我甲人接受天命，人福报大，人福报大，毋过事外福作大，才能业绩理着，个人享受人间的福报。 众生有对用的，是利益体验。众生作用对有这个轮回，是利益体验。你来看较无，你家咱看无，经过几啊定，咱看无。体验，落嚟到遮来，咱看到较重的，利益这个体验。荣华富贵，人人羡慕；荣华富贵，大陆爱，人人羡慕。一时因果，随缘了了。一时因果，咱无法度了着，无法度通想着。个人享受人间福，所以咱看袂着。你的物件咱看袂着，所以咱来伫遮，这有影响，咱会去做。 去拼的，所以呢，而且享受人间的福报，所以呢，是一时因果随缘用，真是多样混而几乎无出来。咱是一只，迄只细只羊去互抱落因骨仔去，困饥饿去互抱落因骨仔去，找无路，咱无法去找。
人因一条路尾还转去，啊，咱爬袂出。所以咱听一点啊，抽到啊，前头捌听这本书咧唱到，处理西方一条路，灯光照耀在人前。哦，人讲来有一条路，啊，佫有灯光咧甲你带，啊，伫咱的目睭前面甲你带，啊，咱就无咧修，啊，无咧加油，啊，咱的灯光就慢慢啊无油个，啊，这旁灯，这拍灯光本来白白来你不长，接伫老母哦，你有看这本书咧点着，哦，对无点点么多印来，哦，啊来遮是一年当印落倒转去。迄拢是人，迄拢是天机咧。你若真正，这本书若点到，你拢真接纳。伊咧请大，你嘛真接纳听。哦，听看在讲哪位，啊听看伊步一步答，伊一步一步在答。哦，你看这，我足爱去看这。哦，我这吼，这个头脑强啊，头脑无清楚。啊，我足爱去看奇奇怪怪。啊，所以咱。哦，所以袂使咁样做。所以呢，这只药啊，去外面苦辣底找无人等，人因路要互你等，啊你等。哦，所以咱注意，咱要慢慢关心嘅，爱慢慢关心嘅。哦，然后，互咱的前进，哦，这互咱点公司。啊，是不是哦？上天讲，真正无人了解，这样讲，眼空性的无学落眼为啊不，所以咱注意啊，因为世间毋是永远能快，这是暂时呢，这是暂时呢。过来，第10节，主啊，施其所观其所有，察其所安，尽人所在，尽人所在，空性的。分析其动机，施其所有啊！哦，观察其手段，哦，审察其行径。这个人的人格，看袂着的，看袂着。哪里稳重要，稳重要。哦，所以咱人拢是心相通，代替了诈欺骗来骗，心通，心若无通，也就骗。哦，泡面有讲钱钱伫咱的国家来讲，我讲嘛是问题。拢咱是要开发出来玩的，所以咱学道爱有第二，爱有第二，啊，所以是心主内行动观，心不可观，言行可见。行为心之法，欲修心先则行。哦，心主伫咱内面，心主内行动外。哦，心咧做物件，伫咱的行动内，动伫外口，咱去看。心不可观，心看袂着；言行可见，行可以看，行可以看。行为心之法，要安怎做？就是伊的心咧动态安尼做啊，心之。欲修心先察行，你先要看伊的心，哦，你也先看伊的行动。得为行之果，这个人做出来做有得甲无得，所以爱看伊的行。得为行之果，欲察行必先明得。要看伊行动，必须要先了解这个点。人性相近，习以为远。人性本来就相近，啊，习以为远。哦，三字经来讲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啊，习相远。我读过三字经啊，我读过三字经就应该了解。哦，人之初，性本善，哦。啊，性相近，啊，习相远，学啦走远去，无去学袂走远去啦。那本来拢安尼，就是拢是这样。哦，
这名著伫一篇内面，人之初，性本善，情相近，性相同。啊，亦秉善而行，亦倡恶而为，各依实善而作。为秉善而行，伊本性有爱，拢善叫谦虚，所以对善有益处。可是呢，有一个人呢，倡恶而为，伊就爱做的无所不起，啊，就万一啊，倡恶而为，各依实善而作，拢是伫遮学，落伫这唱台学，但是直接叫走开，哦。学好的对好去，学歹对歹去，要走歹去。哦，亲像民主，要各处在人性相像。哦，善，讲民主就讲善是善啊，各处是讲善有善有不善啊。民主是看到理解，各处是看到理解，所以理解有分善甲不善啊。民主是看到理解是纯善啊。哦，毋通讲，各处就讲啊，哦，成有己有，以有败官，哦，人成有己有啊，得到有败官啊，哦，所以这就在上，我们就想，哦，所以到尾啊，各处就无法度论述，民主啊当然，民主是圣人啊，是天人啊，晓得诶，所以伊就讲善有水啊，哦，水是向下流的啊，都一定啊，哦，讲我自东方即道东游，我自西方即西游啊，哦，伊就知影讲，要若有善就善，有恶就恶，哦，咱讲人若水无分东西，毋敢无分上下，哦，伊讲金如水啊，土之业之可数可数啊，吉而行之可数在先啊。在山啊，是汽水之成在，哦，甲伊用手来拍，搭过咱个头顶过，因为爱激起甲伊眼镜含山顶都引起啊，哦，含山顶都飞起啊，你看真水讲甲印洋水含山顶都引起啊，我讲民主较早头脑是这样哦，激而行之可数在山啊，是汽水之成在。这敢是水的本性啊？毋是啊，所以来讲，学来学性啊。伊是要甲因各自学伊屁达到厉害，各自都啊，才能啊。讲人性相近，识之以远，亦秉善而行，亦倡恶而为。各依实善而作，人善向善，善者人该善之；恶者即人为恶，即为人唾弃。咱会当做善，啊，大家拢足欢喜啊！啊，善者人该义之啊，因为恶者呢，即为人唾弃啊！哦，这一定就一样啊。是善者即本即为。真善，善者乃本有着，迄个头有着啊，所以伊所做出来拢是真善。恶者识归而为善，自私善恶分明。恶者呢，会假啊，会假哦，会假做假善啊，哦，所以到尾啊呢。伊呢，就是善甲恶拢男人做伙啊，情为咱本意，真甲假有两个情做啊。我父子带了一个透视的眼镜，孔圣人呢带了一副迄个透视的眼镜，专门透视世人的心地啊。父子看父子，伊挂副目镜，专门看咱世间人的心地。且由学得以善变善的真传相有啊！不但看一副看透视的目镜，甚至呢，伊去学着了变善的这个讲究的真传。
奖品，专门主治世人疑难杂症啊，专门这世间人的疑难杂症啊，下手必然万倍回春啊！去互孔子下手的，大家拢万倍回春啊，都叫孔子，那等家个人成长，大家拢走袂离啊，走袂离，一定会达到的啊！哦，9年的入考咧，马上连一，所以看你的病偌久，都得伊咧，你大家拢清醒啊，拢会知吧？第五只鱼春秋啊，最五只鱼春秋啊，哦，伊讲若要了解我的人，我写出来春秋，正家互恁更加了解。哦，啊春秋若内面写毋对，哦，最五只嘛是春秋啊，所以便教育三啊，以由安，明观色彩，哦，往直的处世，以观。以言观心，自能凝其心力。哦，就甲伊讲，孔子呢教咱讲，以由安，这三项来甲观察，思其所以，观其所以，察其所安，这三项精足，细察往直处世，注意来观察伊个处世，以言观心。以自凝其心力，看伊的行动，就当了解伊的心，啊，就知影讲伊的心力是啥。故处皆道之学，为君子孝敬，将见人。咱简单安尼做，哦，皆道之学，哦，就讲即卖啥物，哦，咱讲皆祖师啦，皆啥个，即皆甲伊的君子，伊讲。是人是道，凡是道，皆君子甲小人一将见人，是知影。啊，无所功德，走袂远去啊，走袂远去。真乃世人之心悲在名。哦，但孔子是世间人的真悲在名，真悲在名。可惜3000年来行动错误，可惜。3000多年来，大道失传了后，行大错局。哦，3000年来，哦，这个，哦，3000年来，哦，可惜行大错局，就是讲这佛堂内面拢发臭起来，拢发臭起来，用意识到。3000年来，行大错局，这条道人红起来，所以民主开始先做，讲三敬之个间，戒定良知之心咯，期间不用即毛识字，今毛识字之心呀，理解下先讲三敬之个间，戒定良知之心咯，期间不用即毛识字。讲山顶这条路，山顶这条路已经足久无行啦，草拢甲入啊暗咧啦。三敬之个甲戒定良知之心咯。你即若甲用这条弯路就走出来，期间不用即毛识字，你有去甲行，这条路就搁卡过来。你在讲这意思吗？知影？大家想，我上先。民主在讲，伊讲咱的宪法条，无去甲用，无去甲用，拢去用业绩甲咱包回来，咱业绩甲咱包回来。因为咱来讲这规地毋捌转去啊，那我讲想，我可能就自由啦，毋捌转去，自由啦，毋捌转去啊。我说这回这条道咱足欢喜就啥，有人要带我转，咱你讲毋转去。烦恼了，那这个人，若讲人要带咱转，咱讲唔转，实在可怜啊！烦恼，一定会转。民主安讲啊，金毛识字是啥物？民主太袂晓讲啊，今仔日只个草将你个心甲咱踢掉来啊！
伊毋是咧讲咱的关系，我咧讲对，金讲金嘛有失主之心，你遐踢定的啦，你也去听去做，甲关键去斩草啦，去拖草啦，也无愈踢愈严重。我嘛是安尼想的，我20岁到身边先生叫王福荣先生安尼，一个拖一个杀咱谈真2点的，你看经理也谈真2点，谈真这看经理本来就较熟悉，可能歹势5点，叫谈真5点，叫谈真1点，但是在是咧讲什么啊？讲什么等来，我听无啦，毋知影听哪有啦，等来，我就甲身边时咧讲你毋敢叫，你毋敢叫，我听无，咱讲你毋敢叫，伊讲我听久就有啊。即个伊就摕一我看下王生，王福荣先生不是咧看，就是咧看。伊若转去，伊就伫内母尔，伊也迄阵也未出，也未出来记得。所以呢，伊若转去煮饭，爱连桌顶起，我就拿起来看。咱做袂歹。结果过来考我甲心里讲，你若有机会叫我来，我就讲你著讲毋甲你叫，我无甲你叫，就叫我去。你听人淡薄先生，较早咧讲，拢讲因果啦，讲微乱咧，人足少人咧讲经典，讲你经典是上什么？咱讲经典，王福荣先生，拢真正深入里面，所以慢慢来听，慢慢来听。佫王福荣先生叫我咧开音乐店，阮两个做伙做。伊咧做一首诶，伊就咧讲来我听。愈说愈清楚，来到中间做。所以呢，大家熟悉，熟悉。呢，食素食了了后，带去家中。素食了后，就请假落去做兵。去做兵嘛，3档继续素食。我做3年继续素食。嘛无讲来做兵，就甲几年嘛无，所以我来坚持3年，转来来请假。请假呢，这个也做我经理人请的，迄阵伫咧附近，王福荣设计公司咧经营附近店，足好，所以来了解，不会大场面，就是说真个大场面，佫大活动，所以咱一定要认真的去做，袂使无做，无做吃亏咱家己。所以呢，30年来名医失传，30年来名医失传，一对5年中，都真正抗足呢，咱抗足多少？伫这5年中，咱若还佫找着这条前路，是咱的福气呢。真正今仔日得到，还佫会当进入青岛，这是咱的福气呢。你毋通以为讲我方便宜，这个会拢无人食。红烧鱼、红烧肉都无人食，叫你补这食材，这是福气。你爱感谢你的因素，感谢咱的前提，这个道已经对5年。是积极上天大开慈悲道，搁再普传，降在咱市民咱有机会呢，无你甲想到有这个机会，平常咱有机会拿，得到了要修道，若要修道，就去青山古洞，无就去庙寺，咱才有机会通去。真正，当时你真足甲想，是真正福气到毋知，所以咱来南调爱亲像，孔子咧讲会啊，会啊，这先这款款用语不实际。会啊，得到毋是叫咱想象呢，你是安款款用当调的呢，假用无去呢，这是孔子讲。会啊，这先这款款用语不实际呢，最重要是啥？咱会得到一先呢，从南调的款款呢，毋是一字尔，就是一个款尔，款款2字搭做呢，款款用。佫会得讲就讲，你太款款互因义不实际，伊惊叫无去啊！所以呢，咱了解。因较早对道不为是安尼呢，一单纯一飘逸在路红呢，
哦，伊今仔日呢29岁头毛水就过，32岁就几箍尔。伊有感觉讲，伊个血小底无啊，血小长啊，加整几千年也无走动情况。哦，所以咱这几十年的时间，我反正我学从啊，这个人去甲我讲上了，上就讲我79个，实际讲伊个老师两个拢我上，我只讲我头上，我讲毋啦，我知影好命歹命嘞啦。我买钥匙上，伊讲我紧啊，爱上免钱啦。哦，过一讲好啦，让我上，过2、3日、3、4日大家讲，我还上好来。我讲你去拜，无啦，恁啊重要甲你讲好啦，你讲我79个，我讲你79个你当然会，那要保我唔知。咁我前年我这机会，我来先讲，我一日就袂使叫我去啊。一期都袂使叫，因为我一期就要等2礼拜咧，哦，所以79个到今年咧，今年77个啊，77个我要半当去啊，我这来啊，我这来8月半就来安尼，8月半来到我年就来，我年去中秋过去哇，星期去拜山，这过去迄个人讲安尼，中秋节来，真差不多。哦，一个月15人来，啊，一个月差不多，啊，年期中秋也过去半，星期去拜山，星期拜山人来，这礼拜过来差不多。人生偌济，伊家是咱人生真偌济，人真拢讲70几岁、80几岁，但是福气呢，我当时咧上福气呢，我上到70、80个福气，人真人我哩几。我别走啦！伊讲我你两别走，我是希望讲，我问讲我当学过别走咧啊！这年头这句我这么远哦，但是我真是把人讲年不讲的，事业把我年纪啊，但伊就因慢慢自我开啊。我就定啊，他做啦，我一个月就4万、4万。我问你，开哪位？我开哪？阮后生，迄大人过年，得包红包啊，我拢是毋捌得花。毋过伊包红包我都是结包拢30万呢。伊逐工都包30万呢，结包拢30万。电视呢，你看个电视。你较无钱，生意较袂好，爱是讲，做有拢包3个人，所以呢，地方部咧上班，是拢包差不多2个，阮2个人拢一个月，一年拢包1个，我一个1万安尼，有个上伊个趁这领薪水就爱嘛，所以这个月拢收30。我30几万，阮大概30几万。是个人，是个人，真个人，所以我较少。你阮遐大家拢做好啊，我个快乐，中心咧甲我叫，实在讲，我咧甲讲好，我先做好，不遮久了，我跳。我就先做好。好贵拢无。所以等等，会当，爱认真太认真。时间无等，只要咱去拍拼，上天输我来，天天绝对会输我来。我就安尼想啊，你敢问问太太，我较早就是足散的呢，足散的呢。要食一支冰机哦，就咧炒好番薯呢。你阵拢有配袋子啊？阮拄个，阮迄个拄个住伫迄路边啊，就拢说咧，若要食就这，要豆来要红来，我车袋子要两点，叫火车上台北，咱叫火车，就头乌啊。
讲啊，我来后边啊，飞机啊，无我钱啊，要讨一家两家，今日讨拢一家两家嘛，无钱，所以安尼。有今仔日嘛是上天有咱两个，有咱摊饼啊，是这样的。我无讲我甲伊先讲，你有今仔日就是种上天大，有咱机会，哦，无讲因读册初好较济啦，拢较济啦。读册初好拢啊一个，啊，所以咱今仔日我拢安尼欢喜。我今仔日就佚佗，哦，拢上天好。阮老爸唔敢甲我讲咧食菜，阮老爸一个朋友甲我讲，哦，伊做同样拢叫同食，伊讲，安尼，我问伊，你讲咧食菜啊？我讲嘿啊，食菜好哩，伊讲食菜好哩。伊讲唔通食，你还要做囡仔咧食菜，唔要紧啊。做囡仔嘛了讲食，哦。伊讲你若要食，做囡转来，恁老爸来阮讲安尼做囡仔，怎我讲伊唔够？你甲问阮老爸，讲我食菜较饭多，啊对较不友好。伊讲伊是无讲你较饭多啦，怎会友好？伊话我食菜更加认真，我食菜若要做出来，我免做工课，哦。就先道点样做工课，受到更加的低心下，更加的苦加落来，还是发明。啊，我一般等已经有啦，哦，人已经给我听所以我拢拜无啦，真正拢拜无，是真无用啊。也是英文的，学到了，学到了。啊，是咯，你拢无考拜我，伊无拜我，我做我诶。我袂使讲无考拜，我讲无咧做。是啊，所以是到除了鼓励中诶，咱来家己确定讲这代志，哦，在，自然温度其实可以，哦，通信人讲，这有两种解说。一种是讲温故而知新，咱到我就人讲无安尼，可以做人的老师。啊，讲中温习符合，天我所见，只合温符合，温是咱的符合，天我咱所见，哦，啊这合温是合温是。就可以做人的老师，做人老师。这种呢是讲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义，看过去的经典，看过去的先人写的册，咱看，哦，看了心得，可以做咱私人学道的老师，引导咱，哦，你要看。一本金刚经，一本心经，哦，因的觉醒出来几千年，咱唔知影。毋过大家拢还继续咧研究，继续咧看，哦，所以咱嘛讲，这本书我都讲看过啊，拢看过，你有了解无？拢看过，你有去做无？这个代志对。所以看，搁再看，搁再看，哦，搁再看，所以咱来。真正大家理解，书会好贵，我一本册，哦，我这个我都爱看，哦，所以我甲外国人家己人做，我家己安尼甲做，所以我人去到对我这个真实，人唔知影读不见证，啊，所以从性教育是个话，学习的过程，今天是诗，明天就是。今仔日我讲，你感觉讲，我拢较传好袂歹，啊你诶，到明仔食你会讲，哎，我看过咧，啊，法相变，理不变，法会相变，修行诶方法会相变，但是道理就是安，理就是安尼，哦，你要等于西方一定道行讲道立德，无道行讲道立德，你绝对袂当去。哦，有行讲有立德，斗同地理
势的完全介绍。啊，上面主在甲教主讲，三境之间概念是啥？之间不用这项设置，我拢袂使叫为止。哦，这条路行袂转去，就是业力甲咱有的。啊，业力甲咱有的，你看到无？看袂到。只是你看经典了，你家己了解业力甲咱有的，啊，要安怎？要安怎解决这业力？因为伊无快来，啊，咱无快呀，伊有快来，咱无快呀，要怎样？道行功，道立德，功德到就去抵业力。大人下载，这两个讲，所以人讲生哦，在生无挂啊4年的行，但是世间哪年讲4天3号，不然看这关了去。哦，所以咱哦，道行功，道立德，大同抵咱历代业力。过去出世到现在过几百地几千地啦，哦，咱袂看到真正，所以咱继续看，啊，今仔日是心，明仔载是法相变，理不变，稳固即探讨真理。基本上是将真理流露出来，老子讲，一果之道，以于因之有，能知果事是为道起。老子一本道德经，老子是孔子的点本书啊，所以孔子老子一本道德经传甲真哦，伊伫要处理的时阵，观音祖在来甲炸的哦，叫你习道，叫你学，啊，你一咱念解啊，当要转去，啊，拢无老板你物件到遮哦，无讲迄两世间人，所以我话伊无出来，老子。大家都得来，但是下不得去无钱。观音祖教很厉害，我出关的，如观音祖无出关的，所以大家都拿5000年。5000年道德经甲真，人无咧研究。真世间写道德经注解的人有5、6000人，知影这本册是铁盒之始祖，大陆一个研究。研究无东西，所以咱一定要多看经典，啊，多学道理，多参班，多研究，哦，安尼呢，大活动，哦，大活动了解这个道理，因为伊讲啊，一果之道，以于因之有，原则果的原则难无调的，哦，今日变化咱了发达。去透过用这个变化，哦，咱知影较早就是安怎样，啊，正就是安怎样，哦，咱了解袂歹去。玉祖甲咱讲，一体三身，玉祖来讲咱一体，有3个身啊，哦，有一个看会着啊，一个看毋着，别念做伙啊，搁一个，哦，这个发身啊，哦，所以玉祖这个祖经讲解者啊，一体三身。哦，诸为天主万，我都一力管治。孔子甲天主讲，我都一力管治。所以，100万中文由此开，100万的中文拢对只对出来啊。所以，国教有国教伊的秘密的所在，国教有国教的奥妙的所在。所以，文学是道之车，倒来食先天地。目的其实，护天地难容其中，难容其中。所以，文学是道上，哦，所以注意思考，文行中性。文理在道，啊，文可以明道。哦，注意将这4个关键，文行中性，注意思考，文行中性。哦，所以文理在道，啊，文可以明道。所以文学是倒来车，倒来车是先天地，目的其实啊，倒良是有诶，毋知。比天地较早，毋知定是。护天地难容其中啊，
当时要结束，嘛无人知，无人知。哦，夫子教伊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了哉。夫子讲这句话，哦，足好用啊！你若想讲这句话安尼简单简单啊，足好用。啊，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了哉。哦，读书要明理，理不明，只读来道必为官。读册最重要就是明理，哦，要明理。因若理不明呢，敢读册读足好，咧做官道必为官尔。哦，足光明利落会改推。哦，读册读到足好，哦，你走入光明利落会改推，只要是命拢袂要紧。无分自比以声闻，言教为主啊！所以佛教佛祖自比以声闻言教为主啊。文字发者，文字发者可以观照者，以文字发者得到观照者，而既然到了实相发者，互你读册。读经典，哦，是文字发展上正确观照发展，啊，最重要是要达到实相发展，达到不显本性分明不退转。我咱每一个人都对咱本性分明，啊，无倒转来不退转，哦，入位涅槃之地，达到入位涅槃之地，就讲后你真正达等到。哦，无极于天，不动邪定定。啊，请千里无成故，万古常新。这个道理无新的较久咧。这本书2000多年较新，讲新的较久的无啊。大家拢咧翻译，大家拢咧写啊，拢咧写，无讲新较久啊。中文经就已经有讲新旧无啊，较新，高人拢咧翻译啊，咧写。要晓世间的人更加了解，所以真理无相故，万古常新。自性理完明，万法不一样。咱今仔得道修道，是要互咱的自性达到完明的境界啦。哦，咱的自性咱到遮拢斗离去啊，一赞一赞，贴拢无去啊，一点一点往理啊拢无去啊，剩一点点啊，小点啊呢，是好较早咱来点人数。佮甲咱添油，佮咱点啊，要无咱自性迄种就咩无去。所以咱天公立着，真个就甲咱自性添油啊，还是什么，一定要了解。啊，所以呢，要互咱自性以完明，万古常新，互咱自性达到完明的境界，万法拢不变啊，拢相同。那不是本公义，可以为师嘛？为师嘛，哦，安尼毋是本公义，真是会当达到为师的境界嘛？安尼之外，一定来了解，会使一步了解啊。过来，到20出来，君主不去，君主不去，哦，这句话重要一个。孔子讲，君主袂使亲像迄个。咱个器皿一款，就讲这后啊，敢会当底茶，哦，会当底啥嘞？哦，器皿之用，只有一种的用途，哦，所以袂使安尼做。孔子呢，从此孔子通论通在之用，主张君主才德爱兼备，主张一个君主啊，才爱有德，两个爱兼备。啊，是在学习当中要达到先天，要用九如以后，自导诸才能达到先天，当然不是简单。啊，在学习的当中要达到先天，就要用迄个九到遮有遮好的人，用我都达到安尼啊。当然不简单，比如主公文之主啊，主公文啊，苏亚波如，哦，
这个语言讲，哦，主讲的老师啊，因为老师现在学了元年啊，所以主讲问老师，这个听问老师，需要多少老师要换？主啊，内气，你变成这个气啊，他主讲说，和气啊，活练，下调的学啊上调的练，这是宗教这是最重要的志气啊。哦，所以要达到升起不简单啦。哦，孔子把主讲已经升起啊啦。伊讲啊，讲我是升什么气啊？伊讲啊，你都先从下调的学啊上调的练，这是咱借书道提出来内容啊。所以要达到升起不简单。孔子伫遮讲这个升起是要承担主讲，你袂使甲咱安尼做，甲咱趁钱啊。以外，哪像就拢无开发做，所以讲，不重要不重要，但是要比较重要啊！所以爱来个君主不起，真是难啊！所以孔子讲，君主不起，真正是困难。圣人讲。修道如同上高间，下是容易上去。这真正，咱普通修道哪亲像要上高间，哪亲像要爬空江间的时阵，要爬像爬山时阵，你如果较简单，你比较困难。难怪先贤讲伊遐讲，为不言主之道啊。养鱼大概，伊人毋知咧学啥啊，养鱼搭做道边咯。甲老师讲，老师你的道我毋是唔系我足爱的啊，你不足，但是我都做袂出来，你力量无够，做啊！你不足吃中道以为经理的，你爬袂起，咱认真爬，爬到爬袂起，咱听过。哦，你不足吃中道以为，爬袂起你到中道。今年你也袂去编，也袂去做，一直也一去编话题，就讲我到这样我所以请公孙体会，明主实践来公孙体会，一赞为修道者称名于明主，讲道则高以比，以欲敬天贤，殊不可及啊！我不速必与可比及，其日主之也。这个公孙体会，伫名篇内面，公孙体会解用明主，伊道学生会解用明主，所以公孙体是算明主的道理。伊讲道则高以比，